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5章，信徒生命特質。耶穌看見眾人，就上了山，在山上開始教導他們。虛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；哀慟的人有福了，溫柔的人有福了，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。你們是世上的鹽，你們又是世上的光。城造在山上，是不能隱藏的。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歸榮耀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你們要完全，正如你們的天父是完全的。